我謹以香港廈門聯誼總會新任監事長嘅身份，向在場每一位來賓致衷心嘅感謝。感謝中聯辦、香港特區政府嘅悉心指導，係你哋嘅關懷與支持，為總會扎根香港、服務鄉親指明咗方向。感謝歷屆先賢嘅辛勤付出，係你哋堅守與開拓，為總會積累咗寶貴嘅經驗，奠定咗堅實嘅根基。感謝全體會員鄉親嘅信任與託付，係你哋嘅同心與同行，令到總會始終充滿咗凝聚力，煥發新活力。更要感謝家鄉各級嘅領導牽掛同埋幫助，係你哋嘅支持與期盼，令到我哋喺香港始終擁有溫暖嘅後盾、前行嘅動力。展望未來，我哋更要以初心堅守使命，以行動續寫華章。而家我提議大家舉杯，為香港嘅明天更加繁榮昌盛，為廈門嘅發展更加蒸蒸日上，為廈港兩地嘅情誼萬古長青，為在座各位身體健康、家庭幸福、萬事如意，乾杯！乾杯！